的旅运中心，去年3月开始来启用，到达运作将近1年了。今仔日是第一届有2台邮轮，同时停靠伫个港边，一台是早起的8点外，一台是早起的9点前后到位。这个旅客大约有3400个人。旅运中心的1楼、2楼的通关区拢总拍开，来提悬到通关的效能。外国的游客讲，对高雄的第一个印象真好。都会保障好邮轮停靠伫港口，后边游客落船通关，见迎宾表演，欢喜换衫，摕手机翕相。个人已经将其台北体验台湾的风情和港岛的水。Like 2 days we'll be in Taiwan. Yeah. So we can explore around and see everything. Well, we'll see now. Yeah. But first impression, very good. Yeah. So far, it's beautiful. Okay. Very modern. I like it. 游客对港岛的印象拢袂歹，心情看起来真好。有好心情的，各邮轮顶的表演工作者，趁这摆机会倒来食真怀念的故乡鱼。去吃丹丹汉堡吧，很久没回来了。找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吃一吃，然后带一点伴手礼回船。高雄港务运中心去年3月启用，经过1年运作，今仔日头一摆停靠双邮轮，分别是挪威的保障号和纽约6号，会在8点外小线停伫咧港口。2只邮轮拢总带3400位游客来，有人调东联嘛带来考检。我们同时启用了1楼跟2楼的通关区来迎接4到5台 X 光机会全开，那就会有对应的人力，大概是以往的2倍。高雄港务分公司讲，今年邮轮总期已经基保停伫咧港口和母港，拢总159只厝，超22万人次，其中有真侪摆双邮轮停靠，嘛替港岛带来较侪邮轮的商机。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